我而家開始懷疑嚇，我而家開始懷疑啦，我應該揀多啲國語歌啦。因為我前兩晚咧唱之後重慶賽，之後重慶賽其實我之前唱一次嘅，咁都唔係幾成功啊。咁今次喺大馬唱咧就比較成功嘅，比較成功嘅。咁但係咧，琴晚咧同埋前一晚咧兩首廣東歌咧都冇今日唱咁大聲。觀眾嘅問題啊，定係因為廣東定係國語嘅問題咧？觀眾問題，即係琴晚佢哋唔夠熱啊，12000。我自己覺得今晚冇琴晚咁熱。琴晚我一出嚟成頭大汗，唔係講笑，熱到我。今日唔同啦，今日唔知係咪因為狀態好啲咧，所以咧個人又覺得舒暢好多㗎。首先做咗我應該做嘅嘢先嚇。你有冇第一次嚟睇我演唱會㗎？真係啊！咁我落去啦。我希望我自己咧，其實我呢個一字馬咧，由我50歲嘅時候開始做㗎。我50歲嘅時候開始做呢個一字馬，跟住上個演唱會咧，我都有做㗎。今次咧，我又再做啊！希望咧，如果咧將來我有70歲啊、80歲嘅演唱會啦嚇，我都一路再做落去啊！我唔止一定要做落去，我仲要起身嗰陣時唔用手，自己彈起身先。希望我自己真係講得到、做得到嚇。咁亦都係希望咧，大家可以保重身體，最緊要。即係最緊要咩咧？最緊要我下次開演唱會，你哋要嚟㗎嘛，係咪啊？咁所以希望大家可以保重身體啦，好好咁生活啦。我哋下一次再開演唱會嘅時候我哋再見一次好嗎？呢個多謝晒嚇。有啲朋友叫我話張友你而家做演唱會剩翻唔係好多時間，我錯嘅。佢剩翻唔係好多時間。佢意思咧即係話我唔知大家知唔知啊？我呢個演唱會將會喺香港結束㗎。喺今年年底就會喺香港結束。佢話剩翻嘅時間唔好多啦。你應該只係唱一場少一場啦。你應該開開心心唱喎。我通常咧就覺得咧好多歌迷朋友咧都係話一場少一場。因為好多朋友咧佢話60幾歐啦，仲睇冇得睇㗎啦。有冇覺得我60幾歐冇得睇嘅朋友啊？你估我30幾歐我先仲得唔得？我會加油㗎！希望我70歲嘅時候再開演唱會可以再見到大家嚇。多謝晒你哋，衷心多謝你哋，聽幾日多謝晒。好啦，頭先已經問過啦，有啲朋友係第一次嚟睇我呢個演唱會嘅，我想唔係呢個演唱會喎，我意思係第一次嚟睇我演唱會喎。其實我好多地方問過啦，但我始終都唔係好明白嚇。第一，我唱歌唱咗40幾年㗎啦。我演唱會咧，呢一個演唱會咧係我第10個演唱會嚟㗎啦。我已經做超過咗1000場嘅個人演唱會㗎啦。我好唔明白點解你哋選擇今日先嚟睇我演唱會。買唔到飛啊！你飛好難買啊！當然我相信好多朋友咧有唔同嘅原因。我明佢點解第一次嚟睇我演唱會，因為咁細個。我上個演唱會都未出世。點解嚟？佢我就明白啊，其他朋友咧我都明白嘅，因為好多朋友嗰陣時或者之前年紀細啲或者有啲朋友佢哋工作忙啲或者有啲朋友真係覺得哇睇完啲節目都睇啦，我都要睇啦，咁都好無論如何同大家介紹下我哋60加嘅演唱會呢個係我第10個個人演唱會，之前咧我已經開咗9個㗎啦，你錯過咗冇緊要嘅，因為將來有咧，希望我自己每一日咧都可以進步少少嘅。
咁啊，希望今日呢個演唱會咧係比我哋以前9個演唱會都好少少。唔敢話好過啦，不過咧，如果你睇我以前9個演唱會啦，我希望今次你睇我呢個演唱會都有啲唔同嘅，所以咧，我哋請嚟咗我哋嘅管絃樂團。喺我身後面嘅呢個建築物咧裏面坐嘅全部都係我哋今次嘅樂手老師嚟㗎。咁喺頂樓嘅咧係我哋負責流行音樂部分嘅老師，頭先喺情不禁嘅時候已經為大家介紹過啦，記唔記得？如果大家記得㗎咧，我就唔再介紹啦，好嗎？喺度想借大家嘅掌聲一次，多謝晒我哋負責流行音樂部分嘅老師。OK。而喺我哋負責流行音樂部分嘅老師裏邊咧，有一位咧係嚟自本地㗎，係馬來西亞嘅樂手嚟㗎。我哋嘅吉他手 Sharp。每一次當我哋樂手嚟到佢哋嘅家鄉表演嘅時候咧，我都會咁講嘅。可以喺家鄉嘅鄉親父老面前表演係一件非常之光榮嘅事嚟㗎。我相信咧，佢亦都係咁樣覺得嚇。咁呢段要用英文講好攰啊！咁我唔用啦，好嘛？咁我喺度I'm so proud of you！ 好啦，第三樓到地下全部都係我哋嘅管絃樂團嘅老師啊！喺度，我由3樓嘅左手邊開始為大家介紹，好嗎？3樓嘅左手邊，頭先為大家表演非常精彩嘅豎琴老師李無真老師。在李文珍老師旁邊呢，是我們2位負責敲擊樂的老師，負責敲擊樂嘅2位老師啊，孔令達老師跟陳永浩老師。在陳永浩老師旁邊呢，是我們2位負責圓號的老師，負責圓號嘅2位老師，王海龍老師跟王延年老師。在王延年老師旁邊的。係我哋本團喺台上面表演年紀最輕嘅一位嚇，2002年出世嘅。大家可能覺得2002年出世冇乜嘢啫嚇，但係對我嚟講係好奇怪嘅一件事嚟嘅，因為2002年咧，我同吳慶龍老師啱啱做緊一個叫做Music Odyssey 我哋做咗一個叫做好似差唔多音樂之旅嘅一個演唱會嚇，咁咧就當時係2002年。佢先咁出世，今日居然企喺我後邊幫我伴奏，所以我感覺係好唔真實嘅，係好奇怪嘅。佢比我女仲要細2歲，咁樣喺我後邊表演，個心裏面有啲好溫暖嘅感覺。所以無論你係咩年紀都好只要你努力，我相信一定可以達到你哋嘅夢想嘅。喺度俾啲掌聲我哋嘅最年輕嘅老師楊培元老師，佢係負責我哋嘅 saxophone 㗎。在楊培元老師旁邊是我們2位負責小號的老師李紅玉老師跟李博老師。佢哋負責小號㗎，喺小號嘅旁邊咧就好明顯係負責長號㗎啦。負責我們長號的2位老師，單坤老師跟王陽老師。2樓嘅左手邊係我哋6位嘅第2小提琴老師嘅，第2小提琴的6位老師，張子健老師、趙振竹老師、盧振宏老師，後面的李旭森老師、劉岩老師跟崔家偉老師。在我們第2小提琴旁邊的是我們4位中提琴的老師，中提琴的4位老師。